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Wing 啊。今日嘅話咧，我同大家咧講一下香港社署嘅兩項超級實用嘅廣東跨境養老福利。咁人喺廣東定居養老，照樣可以領取香港福利喎，享受香港政府嘅資助。首先就係我哋嘅廣東計劃啦，亦即係跨境津貼計劃。按照2026年嘅2月最新嘅一個標準啦，年滿65歲嘅香港長者可以通過入息資產審查，可以領取香港嘅長者津貼。每個月嘅話可以領取到咧4345蚊嘅港幣。年滿70歲咧就唔需要咧係查你嘅收入資產㗎啦，直接可以領取高齡嘅生活津貼，每個月可以領取到1675蚊嘅港幣。咁最大嘅優勢係咧，唔使年年返香港，每年咧喺廣東居住滿60日就可以持續領錢㗎啦，徹底咁樣解決咧長者喺內地養老同樣可以領取香港福利嘅一個問題。第二項嘅重磅福利咧就係廣東嘅院舍照顧福任計劃啦嚇，適合嘅話咧身體需要特殊照顧，想入住養老院養老嘅長者，只要你已經喺香港嘅資助安養排位，經評估需要咧院舍照顧就可以申請入住大灣區官方認可嘅安養院啦。咁到2026年咧已經有26間嘅一個安養院咧得到香港政府嘅認可，重點係咧院舍嘅住宿啦、3餐膳食啦、24小時嘅照護、個人嘅一個料理基礎、睇病問診、康復運動、康樂洗衫，所有剛需嘅一個費用咧，全部由香港政府全包喎。咁長者免費入住，長者只需要咧自費少量嘅一個個人嘅消耗品，入住體檢費同埋緊急嘅一個救護車費用就可以㗎啦。而且政府貼心設置咗6個月嘅試用期，半年之內住得唔習慣，可以返香港，隨時可以退出計劃嘅，完全保留原本香港一個輪候名次同埋排隊嘅時間，唔使嘅話咧重新排隊啦，零風險體驗內地一個養老。咁另外嘅話咧都要提醒大家，內地嘅一個院舍咧有明確規定，有傳染性嘅一個疾病啦，嚴重嘅一個精神障礙咧係冇辦法入住㗎。要等到你康復之後咧，先至可以申請。咁申請嘅方式都係好簡單嘅，根據你嘅一個社工或者聯繫長者中心、醫務社工有一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就可以申請辦理㗎啦。呢兩項都係香港社署正規嘅一個福利，合規合法、長期有效，符合條件嘅長者可以根據自己嘅一個情況申請㗎。今次分享到呢度啦，大家有啲咩需要嘅話咧，可以喺評論區揾我，下次再見。